嗱，如果喺大陸病咗冇醫保點算呢？嗯，大家唔使擔心，今日就同大家去簡單科普一下。港澳居民喺內地嘅話，點樣去辦理醫保？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問題啊，內地嘅社保同埋醫保究竟係乜嘢嚟嘅？兩者之間又有咩區別嗯，呢？社保嘅話其實係一個大禮包嚟㗎，涵括咗五大保險，包括係養老保險、醫療保險、失業保險、工傷保險，仲有生育保險嘅。聽起身係咪好似好全面咁呢？可以話社保就係內地生活嘅一個全民保障嚟㗎，幫你生活同埋工作裡面咧無時無刻咁保駕護航。咁醫保其實就係社保裏邊嘅醫療部分，專門係解決睇病嘅一個費用問題。睇病嘅話，醫保係會幫你報銷一部分㗎，去減輕你嘅經濟負擔。嗱，咁城鄉居民醫保咧就比較適合我呢啲港澳朋友上嚟享受退休養老，直接使用嘅，好方便，唔需要任何條件㗎，只需要每年交幾百蚊咧就可以享受到內地嘅醫療保障㗎啦。基本上係可以 cover 到日常嘅睇病攞藥嘅。咁但係咧範圍就冇咁廣咯。如果大家想了解一個詳細嘅報銷範圍嘅話，可以後台私信俾我醫保兩個字，我發詳細嘅資料俾大家。但係作為港澳居民嘅話，冇喺內地工作，又買唔買得到社保呢？可唔可以單獨咁去買醫保呢？答案係 OK 㗎，因為喺2020年開始嘅話，港澳居民就可以採用靈活就業嘅方式去幫自己交社保㗎啦，又或者係單獨咁去交城鄉居民醫保。首先要分清楚兩種醫保喎，一個係職工醫保，即係一啲有工作或者係通過靈活就業方式去交社保嘅人。咁男性嘅話就要喺55歲以下，女性係需要喺50歲以下，而且係未退休先可以享受到保障㗎。所以嘅話要求係稍微有啲多嘅。咁但係如果滿足到條件嘅話，去購買職工醫保嘅話，就建議去購買職工醫保，因為雖然價錢係會貴啲，但係報銷嘅比例咧就會更加高，可以綁定一間社區醫院或者係兩間嘅2級或者3級醫院，我哋睇醫生嘅話就會更加方便啦。嗱，跟住落嚟咧就要講下點樣去購買呢個醫保流程啦。首先你要準備好材料啦，譬如話港澳居民嘅身份證明啦、居住證、內地銀行卡，係用嚟購買醫保繳費同埋日後嘅報銷㗎。咁將材料準備好之後咧，就要去到你所在城市嘅社保局，又或者係指定嘅醫保服務網點去辦理嘅喎。唔使擔心，現場嘅工作人員會根據你嘅情況去幫你選擇合適你嘅醫保種類嘅，並且會幫你填好表㗎啦。咁醫保嘅話，通常都係按年繳費㗎，你可以一次性繳清，亦都可以選擇分期付款嘅。嗱，如果係選擇城鄉居民醫保嘅，費用低咧就唔差嗰幾百蚊一年啦。咁但係如果係你選擇職工醫保嘅話咧，費用咧就會稍微高啲，通常咧就會同你嘅工資掛鈎㗎。咁點樣去領取醫保卡咧？繳費成功之後咧就可以領取我哋嘅社保卡㗎啦。咁呢張卡咧就係你睇病嘅時候嘅通行證嚟嘅。你以後去醫院嘅話就可以享受到醫保報銷㗎啦。咁而家為咗方便咧，大家都可以喺網上去辦理醫保㗎喎。你可以通過社保嘅官方網站，又或者係小程序去進行呢啲醫保申請同埋繳費㗎。咁直接喺屋企就可以搞掂㗎啦，唔使去社保嗰度排隊嘅。咁真係慳時慳力啊！總嘅嚟講呢，就係港澳居民喺內地辦理醫保其實係好簡單嘅，咁只需要選擇合適嘅醫保類型啦，按住我哋嘅規定去繳費就 OK 㗎啦，就可以享受到我哋內地好好嘅醫療保障。尤其係職工醫保，報銷額度大，保障範圍又廣。咁如果你嘅條件允許嘅話，咁真係推薦你去選擇職工醫保㗎。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身體健康、快樂生活啦。如果你仲有關於醫保嘅問題呢，都可以喺後台私信醫保兩個字俾我嘅。有冇俾醫保呢件事困擾到你呢？我係華女，希望可以幫到你輕鬆治理。